咱这是用别空间。这是咱来听候上帝为造啦。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甚至伊是咱来人，甚至有老上帝，甚至咱来动手，为着主的地面，请大家举起双手。
用。我敬上帝，上帝创造天地自在，我敬他创造上帝同名，咱主与天地同在，对在事他的自己，以不变的恩来时候，变是的是他中的路，在上帝上的话，去听，他最终的上帝话语，人家都来听话，是啊，我信心，也都我们高位，心头有好，最下位，对话，对话。他对。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体验文，咱做伙来体验。伫体验文第11篇，也是诗篇的第100篇，咱做伙来体验。全地就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咱就用感谢入伊的门，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得，咱做伙按得。主今天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你赐一碗正人平安来过红海天，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的心思、阮的脚步、阮的性命，拢愿意搁一摆来奉献你。主啊，今日你要用你的话来对阮讲话。就亲像主耶稣所讲的亚正的比喻，阮要甲阮的心准备好。主啊，若阮的心亲像伫咧路边，因为无言话语，互你的话无法度进入阮的心的时，是你来互阮的心来温暖。若阮的心亲像石头地，只是一时的感动，是你来坚固阮的信心。阮的心，互世间的挂虑、工课、压力，也是存在的吸引来压，求你来帮助阮，除去阮生命中的刺，互阮会当专心来望你。天父，阮愿意诚做好徒，愿意存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就信心今仔日会当拍开阮的耳孔，互阮真正来听见；拍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真正来看见。搁较拍开阮的心，互你的道理会当伫咧阮的生命当中发芽结实。也恳求你赐福今仔日敬拜，无论是诗歌、祈祷，还是一篇倒落水信息，拢会你的同在，互阮今仔日会当真正来经历永活的主，得到新的体力、新的盼望，互阮的生命互你来建造，诚做荣耀你、祝福别人的生命。阮当今甲即场礼拜将定交托伫你的手中，我嘛要用主早是阮的祈祷论来完全阮的祈祷。我以你的名，完全相信，你的领导，你的意志力量，你的意志力，我的心平安的我，下面的路，亲像我下面的我我顶头我，我对我有越爱，因为讲我的名跟空气中，阿妹。Amen.
第9节，我来读大家来看。当迄日，耶稣对厝内出去，坐海边，有一个地边的人聚集就近伊，去甲伊上船来坐。规个人拢徛伫看咧，就用坐项色比喻甲伊讲。你看，有夜景的人出去夜景，也是有诶交流伫路边陪食甲，一直食伊；有诶交流伫石客的地，土产的位，因为土无清，就发真紧。若是日出晒伊，对无稳就孤单。也有诶交流伫刺仔内，刺仔发去，也伫伊；有诶交流伫好诶土地，结实；有诶100岁，有诶60岁，有诶30岁。有耳通诶就听。赞美，乌多罗田，请圣家队传人来合乐。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哦，有声吗？有好强哦。真欢喜会使今日来到遮来，大家分享圣经内面上所启示咱的内容。伫讲道的内心，请咱大家合头来祈祷。请咱为这个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恳求主你的信心来开接你的话，将你的话启示给阮，我们会使来理解，会使来明白，会使来行出主你的旨意。我们来祈祷，感谢主耶稣基督信仰。阿门。今日真感谢道牧师邀请我来到南口教会，来甲大家来分享信息吼。那我认捌杨牧师甲道牧师差不多20年久的时间啦，嘛真久吼，嘛真长一段的时间吼。初我兄做因要邀请我来当华语堂吼，因为伊的台语比我较好。真诶，我的台语比香港人较差哦。以前汉语大家拢知影，我考2摆，我台语考试考2摆。第一摆24分，我永远拢会记得。第一摆24分，伊考1摆就掉。所以我感觉讲，咱会超来讲台语个。总是上帝唔甘嫌啦吼，互我第2摆考的时阵考到17分。是一个真特别、真互我感觉讲真稳定的一件代志。对我来讲，我本来看无台语，我嘛听无啥有因为真正是有当初我为了这件代志考台语考试这件代志来上帝来祈祷。我来甲上帝讲，若是你要讲我做老师，你着互我过。你若怪我做老师，我着转去做设计师，我就当设计师。了后我就放弃啊。这个简单爱考试的，我就放弃。第2摆考试的时阵，我就放弃啊。我差不多困了1点外钟的时间，我就醒起来，我就掀开台语的圣经、罗马字的圣经，我发现一件代志。我开始看书，我开始看书，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事件。我开始知影信心伫迄个中间来做真水的工。总是我台语犹原无改练转来，会晓读，规会晓读啦，但是我无改练转来。请大家包涵啦。今日我所要讲的题目是起初百倍成长的性命。唔知大家对咱的性命的成长有啥物看法的想法无？一个基督徒需要有成长的性命无？需要无？需要。咱要安怎来性命来做真好的成长，真好的起初？其实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读圣经，是不是？爱读圣经，才知影上帝的旨意，才知影要怎样来去做咱家己的性命。所以咱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马太福音书第13章第1节到第4节，其实这是咱真熟的一段的经文嘛，是不是？咱伫教会做礼拜超过10年的，举手一下好无？有超过20年的？有超过10年的无？超过10年的，来。拢赢起来超过10年有无？有啦，感谢超过10年，差不多应该知影一段经文了吧？是不是？差不多主日差不多6年就会走一段经文所以讲有一个亚境的人出去亚境，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其实耶稣大概讲比喻，伊伫马太福音的这段比喻内面，伊后壁解释真特别，耶稣有解释。讲有一个亚境的出去亚境，亚的时阵，落伫路边，鸟仔来，飞来来食了，这个精子食了。耶稣伊安怎解释的？咱来看，伊讲你著爱听这个亚境的比喻，伊若听着天国道理的毋捌的，这个歹的就来，恶者就来了。
把锁撒在他心里的就怎么样，就回去吼，压你心内该提起，迄就是压你路边。所以咱会使来想一件代志，是一个人伊的性命、伊的灵命啊，停伫咧政治的即个阶段，伊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咱要怎样来看现代的即个歹业的人来无相信上帝道？即款的人开始对即个信仰的诽谤、迫害。以前伫台湾有发生即款的事件，有无？马街来时阵传福音，大家讲对伊真好，无嘛？顶石头是不是？还讲啥物？化晒，顶石头吼。其实我甲你讲哦，我20岁时，我有朋友因为信耶稣，赶出家己的家，大学还没毕业。20年前的啦，20岁来前的啦，我20岁去当初几年前，我20岁几年前，要10年，28年前，去当初我有朋友，伊的信福音互赶出。我17岁的时阵哦，伫教会的对面，听到两个阿嬷咧开讲，你开讲咧讲啥？我感觉讲真是离奇吼。我看两个阿嬷啊，看咧教会吼，对面教会里面，伊直直讲咧，我想讲伊讲啥？伊讲吼，教会有通去，去甲你洗脑，去甲你洗脑，我去师傅去啊吼，哇，洗脑洗到安尼吼。本来做歹变做有问题，变到伊会惊，变温柔伊会惊。这真实的，我毋是白讲的。诽谤，你也伫网络会看到真侪对教会的诽谤、甲迫害，啊个历史历代基督徒被迫害就是被伤害的，真多啦。伫现在即马。嘛有侪国家伊咧都受迫害，伫非洲，伫中东遐个所在，有侪基督徒因安尼受迫害。你敢知影黎巴嫩？有知影黎巴嫩迄个国家无？伫以色列顶悬。你敢知迄个国家本地是基督徒超过1半以上的国家？还袂100年前哦，几十年前啦，超过100以上超过半数以上。强要变基督徒国家，而且教会哦，基督徒真亲人的教会真多。总是安那，珍珠党进来了，开始谈，大家全部这几十年前的代志啊，你知影无？毋是讲几百年前的代志，迄个所在本地拢挂基督徒。所以大家有个人有一寡奇怪印象，讲遐本来都回教徒，其实毋是。而中共的基督徒对基督信仰无了解，或者谣言啊传放，到对福音的这个领导，迄歹的人毋相信上帝的道。咱来看网络有侪 AI 的生成影片，有看过无？有看过网络内面YouTube 还是抖音还是？你拢看啥物？赖内面放迄影片，有你讲信仰的影片，有看过无？有看过无？那个信仰的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知道吗？我在讲，有一个频道叫做圣经真理，你有听过？这频道有一个圣经真理，圣经真理，伊一天会使出1支影片，一天哦。一个机构，咱一间教会，敢法度一天出1支影片，有法度无？咱问咱家己南口教会，咱敢有法度一天出1支影片？无法度。伊背后是啥物人咧做？遐影片，我爱看遐影片，拢藏圣经无问题哦，拢藏圣经哦，后壁的结论拢是对的，有真侪所在是有错误。毋但迄个频道啊，侪频道拢共款。我差不多2年前开始吼，把抓 AI 当作自己的兴趣在做，我感觉真特别。
我落来人有做影片，讲讲解圣经的影片是假的，连迄顶悬的故事拢是假的，迄不是真人。AI 生成的人，疑心也是假的。你来讲信用也好，讲健康的也好，迄种假的，几百个文章，咱到有法度分辨，真的也是假的。若是无法度分辨这个真的也是假的，咱就要问一个事，咱就要问两件代志。第一，我要怎样去传这个影片？反正也面是一个大人大道，这咱爱想清楚。我的家族的频道内面，我逐工都可以收到10几支假影片，教会的频道也是一样。所以咱个传影片时阵爱注意，好无？好。我爱讲解圣经的影片，你爱看迄个属于实在是无实在，无实在你就莫看。迄有可能是假的，真正，还有一个传道的，我少年做讲道的，我这做讲道的，是听声音奇怪，迄个声音爱甲我以前用的语音包出去。我去查，没有这个人，无这个人，名嘛是假的，全假的，做恐怖的代志。所以今日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我讲的一个人，伊若信用若无入去伊的心内面，有可能就互这网络咱看到假的影片传去，因为安尼无信福音嘛。第二段的经文是伫千途石头地，真正来亚伊迄个所在，故意上紧，总是日头出来一暗，就孤单。讲到这，我有足有感受。为虾米我足有感受？是我伫小汉的时阵，种迄个绿豆，种绿豆，逐届种拢枯干，无种起来过。阮老师就问我讲，你看这上好种的绿豆，你哪有法度种啊死条条？毋但绿豆安尼啊，我自细汉到大汉，我种的所有的物件拢枯干啊。无一项种会起来，因为我袂晓种，我拢学袂种，我野种子拢学袂野，了就孤单。所以我看即段经文，我就想着我家己，安怎种拢种袂起来。耶稣伊安怎讲？伊讲亚伫石头地顶的，就是人听迄个道理。迄当阵，伊就欢喜来领受，就是伊心内无有分，不过是暂时的。到伊为着上帝的道，交出了撇开，马上就跌倒。有即款人哦，伊的人命停伫个叛逆的阶段，受到撇开，就亲像日头一拍共款，就枯干去啊。这是讲无有信仰根基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一个人伊无愿意搁较入捌上帝，伊就你问讲我为虾米无变搁较健康，搁较有钱，搁较安怎？我过去我看过因互一个姊妹2、3个月的时间，伊就受洗了，了后差不多1年久的时间就无来教会啊，总连同伊甲看好。问讲为虾米你拢无爱来教会？是发生啥物代志无？做牧师就爱先问问了后，或者头前我讲虾米，伊无爱听的话安怎吼？我做唔着代志，我唔知影，做着干嘛啊？为什么我来教会？伊讲我来教会也无效，我的股票也无起啊。我就知影一件代志，伊无买台积电。我有啥无变，搁较健康，搁较有钱，搁较水。我捌带过一个青年哦，伊带一个青年，教会一个东港的后生。国中的时阵真紧去，高中的时阵就开始我来教会。
我就问伊为虾米，伊就讲老师你拢讲白贼，我讲白，我讲白贼，我讲啥物白贼？我伊啊，迄个查某囡仔，我紧食伊倒倒啊，我伊拢无够做伙。是不人的信用差不多安尼啊？伊的性命无有根基啊，无亲啊，所以干来看迄个凋零的代志，就开始追逐这个世俗的潮流，对神的事就开始冷淡。后来伊甲伊老爸会讲要买一双鞋啊，偌好的鞋啊，球鞋。伊老爸虽然伊老爸是科技公司的主管嘛，总是我感觉讲安尼伤寒嘛，有一个15岁囡仔，15、16岁囡仔咧穿偌好的球鞋伤寒。他开始追逐那个世俗的东西，然后伊就离开上帝，伊无信仰的根基。所以选讲的经文是讲为咱个躯体内面，躯体一种歌就把伊止住啊，较调的。咱所以咱解说咧，伊讲这个也伫躯体内面，一个人听到上帝道，然后有世上的这个看路。财富之财才会卖迄，即个上帝道较调的，无法度结实，就是即个人伊的性命、伊的命有根基啦，总是互限制成长。可能一点仔根基，伊对即个人吼，你甲问圣经的代志，我真好讲。我捌拄到一个人，我圣经内超讲的，总是安怎？会晓讲，讲不出来。这个人伊就真正因为做做挂路，含伊的比较，甲迄个困惑内面。我过去有一个青年的同工，专门带青少年。最优秀的一个人，就是一天，有差不多几若个月久的时间，伊拢爱食安眠药到落去。我就想讲吼，20几岁要30岁查某囡仔安尼食安眠药，还是教会的全职同工哦，我就想讲是发生啥物代志？圣经都真有讲哦，这个少年团是训练出来的。真厉害的一个同工，我想，后来我就问，伊就讲伊有厝找看路，伊感觉讲家己哦缀袂着人，安怎？我就想讲你哪会想讲你缀袂着人，你跟不上人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就想了一件代志，汉常跟我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韩剧，K-pop。爱看遐，有看过韩剧无？有无？最近上出名的《铁拳教育》对不对？有看无？有个人有看，懵看无？不要把它当作真的。伊都爱看遐韩剧，你要知影一件代志，韩剧内面的男主角是演导的还是无演导的？拢标较悬啦，对不对？拢标较悬，对啊，拢标较引导，大家拢做有的吼，做的，五官都很精致的。女生呢，查某囡仔的女主角的，是不是拢足水的，对不对？大家拢足水，伊就逐天咧看迄个物件，看到开心哦，产生出那个比较跟那个自卑感。毋是讲看韩剧拢安尼个，做是咱知影一件代志哦。有时阵有个人对即款物件足敏感，也焦虑，伊愈看愈焦虑。像我来看新闻吼，看到拢无感觉啊。但是有个人看新闻吼，会足焦虑的，对不对？就是讲看落去，哇，世界发生啥个代志啊？有个人安尼想。后来我甲伊讲吼，安尼哦，读经祈祷嘛有啦。嘛真稳定去聚会做礼拜，安尼吼，
你搁欠一项，伊就问我欠多一项。哦，有即摆开始你卖看韩剧，不看韩剧，有这话我不看剧会看什么？我讲两条就给你选，你讲多两条，《海贼王》跟《排球少年》你选一个。他选择看《排球少年》。我甲你讲，2个月就睡好，无看无搁有困袂去代志。所以除了目镜祈祷，奉献聚会了后，伊搁欠啥物？欠排球少年。意思是啥物？伊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伊需要有一个会使，我们说可效仿的对象。如果他身边找不到的话，他喜欢看这些大众媒体的话，那就帮他找比较相对健康的大众媒体。后来他就去打排球。有的人伊的重点，伊的重心是放伫个财务甲家己的暗算，伊无法度过敬虔的生活。迄有时阵真正是无法度啦。我捌拄到一个会友，伊一天上班，我无甲你骗哦，上班12点真久。加班的时阵，伊平常时上班就12点钟哦，加班的时阵是16点钟哦，16个钟头，安尼困几点钟？到我都困到8点钟，无法度对不对？对不对？搁爱转去，搁爱洗一个身躯，搁爱做出来的代志，无法度。嘛有侪侪会友伊拜一无法度来做礼拜，是因为伊的工作，是不是？所以我后来伫教会，我有拜一个礼拜，就为了这个服务业，完全能会使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人伊若咧看到做侪代志，上帝就无搁是伊生命的第一位了。总是耶稣互咱一个望，是讲倒有野伫个虎肚内面的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耶稣伊讲，迄野伫个虎肚内内，虎肚内面一个人，伊听到道理，听到上帝的福音，伊就明白，伊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过去我看过有会友过身的时阵来打我，来300-400万，300-400万，毋是长老，毋是即事，搁侪牧师来参加。为虾米伊的个别是，伊的个别礼拜，遮侪人来参加？因为伊的性命有结实。一般长最重要，所以一个人的性命，毋是干那有君有富裕，伊是个更较明显的一个成就，是人拢看有的，是人拢看有的。所以咱若看讲加拉太书第5章20到23节。伊才讲性情所结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有重要无？有无？有重要啦吼！为虾米？因为即种的人，伊有法度，咱的性命会使来。我们生命如果可以长出这样的果子来的时候，你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不会有太大的阻碍。一个人有疼心，一个人常常喜乐，甲人有和平的关系，然后平稳，讲会到做会到，这款人大家拢喜爱嘛，是不是？这种人大家都喜欢的。温柔又节制，所以保罗先生伊讲，即款的代志无有法来禁止，这是真
世的人伊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阵，伊会结出性命的果子。嘛，毋嘛讲咱会使来结出个性命的果子。安尼，咱来思考一件代志，咱的性命要怎样来提着，来我们说长大成熟。第一，提着性命爱心培养好头。伫耶稣的譬如内面，好头有重要无？有无？耶稣好头内面有重要无？有啊。啊，要怎样来培养好头呢？第二就是咱爱来学习听艺的道理，通干那晓听故事的，爱听这艺的道理，咱爱有好的学习的价值。互囡仔来教会有重要无？有重要无？为什么有重要？要咱爱有好的核心价值。当伊去读册了后，当伊出社会了后，伊会拄着侪无共款核心的价值。伊嘛会拄着侪无共款需要选择的状况。啊，伊要用什么标准来做选择呢？他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做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核心价值。伊需要跟自我，我需要跟自我来摔跤。当他发现他想做的事情是圣经上面所禁止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跟自我摔跤。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性格真歹啊，大家可能唔知影，当然嘛唔知影，唔是甲我做迄个行，我性格真歹，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啦。伫我的环境内面别人若碰到你一下，你就要回他一拳。我搁中3年，甲人相拍3年。我迄个中就是安尼，你无相拍，你若无相拍，敢若无食饭。规学校拢安尼，有点可悲啊。当时这样，我的同学国中1年级的时阵我的同学40个，毕业的时阵剩17个，啊，剩咧去倒位？你拢知影剩咧去倒位？少年监狱的少年监狱啊，糟楼的糟楼。总是我伫迄3年久的时间我伫咧思考，坐几个道理才是安做啥。我觉得我这辈子最亏欠的事情，是我当时没有办法传福音给我全班的同学。规工都无因相拍啊！所以我伫高中的时阵，我有一真深的思考，我觉得要改变现状。当然，那是另外的故事。我们需要跟自我摔跤，自尊心摔跤，跟虚荣心摔跤，跟这个流量拔河，要跟流量拔河。别人怎么样看我？很多人都害怕别人的眼光，不是吗？所以不敢讲说自己是信耶稣的。所以咱需要来为着这个代志，好好来思考，这个是需要付上时间跟精神的代价。再好好唔干那好好听道理，再好好读圣经，再好好思考讲这个圣经，咱所看这个圣经，今日这个信息到我有啥物款的关系？较深的思考，是咱个形成好的信仰。还有敬虔的训练，教会需要有敬虔的训练，对这项开始。我真感谢上帝，互我
伫一间真特别的教会中度，训练进前，我们训练进前那个训练是超乎想象的。我若聚会的时阵啊，是免咧接电话的，是统统免咧接，只能专注在聚会里面，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做。他有啥物请教的时候，有即款的训练。后来我中大才知影，我大人才知影，真正咧训练起来，读册足紧，是不是？看起来囡仔伊有法度坐在书桌前面读书2、3个小时，那个就是训练出来，那不会是天生的。他会训练出良好的习惯，对他的学习来讲，对他的人际关系来讲，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的。还有就是，唔通惊困难的代志，唔通惊困难的代志。学师会困难的，学师会困难的，生活中连我会困难的，恁较袂困难对不对？啊，别人连我可能会困难。唔是讲困难就我去做的，我的意思是安尼啊。其实我的音准很不准，我同学都坐在那边。我伫新安音的时阵哦，唱诗班的时阵，我隔壁是一个音乐系的男生哦，差不多练歌练差不多10分钟，伊就咧问我，志聪啊，你唱的是倒一部啊？我吹无。总是感谢主啦，我阁有法度伫信歌中练习。新安伊个唱2年哦，唱2、3年。感谢主哦，我即摆看迄信息又要过会唱。所以唔通惊困难的代志，很多事情都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跨越去做那个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帮助的，绝对是有帮助的。还有咱来勇敢来面对咱心内黑暗，心里有什么黑暗面、不可告人的事情，拿出来跟神说，提出来跟上帝讲，有上帝下位。其实我心内面有做不安，有时阵有做比较。我是感谢主，我会使用记得将这个代志提到主的面前，甲上帝讲，由上帝下面来跟上帝来帮助。所以对遮开始，咱来培养好路，然后咱信仰成长，爱有法度来抵抗这阴影。咱知影讲，咱若种树啊，爱滚爱青，才有法度来长大，是毋是？大部分是安尼嘛，大部分是安尼嘛。所以读经祈祷奉献聚会有重要的，有无？有啊。读经较有法度知影上帝的意思啊。祈祷较有法度甲上帝建立关系啊。奉献较有法度操练信心啊。聚会呢，才有法度操练彼此相爱。我捌听过有人咧。讲吼，伊拢无爱聚会，甲上帝好的关系就好啊。捌听过有个基督徒安尼讲，有无？我毋知你有听过，我定有听过。我就问伊讲，安尼上帝，安尼圣经讲彼此相爱要安怎？你要怎样操练？耶稣有讲过，耶稣说什么？说那个不爱的那个不爱的人就不去爱。这件事情坏人都做得到，就是那个你不爱的人，你依然去爱，这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你看起来无可爱啦，无高水啦，你愿意去包容、接纳伊、帮助伊，安尼确实彼此相爱。耶稣讲。所以我真感谢我的太太，伫新安医的时阵，
一小颗牙哇，最讨厌的是我，后来嫁给我，这一款舔来标的。他昨天跟我讲，说陈秋，我还是蛮讨厌你的。我说你讨厌我，你还嫁给我，还生了2个小孩，有点钱。那个属要有根植于真理的批判性思考。什么叫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不是批评跟批评无同款。批判性思考什么？两项代志提出来比较，两项代志咱提出来比较，看卖各一项较重要，各一项较清晰。我们2个东西，我们2件事情拿出来比较，或者2个方案拿出来比较，或者3、4个方案拿出来比较，来做比较分析，来思考哪一条路才是我们可以去走的路。这叫批判性思考，它跟批评不一样。批判性思考人他在立法院的话，他会提出正确的方案，他不会只是批评人，他提出正确的方案。他会说这个地方错，这个东西错，但是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他会提出个正确解决方法。但是如果只说东西错，这个事情错，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的话，那不叫批判性思考，那只是批评而已。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当咱看起讲我的生命的内面有啥物款的需要的时阵，我爱思考一件代志，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还是那只是我想要的？这是批判性思考。面对教会，咱教会伊报道的时阵，咱爱思考一件代志。啊，是我感觉讲这个报道，还是讲咱教会的时间到底无好，我就爱想一件代志，我怎样互伊变得较好？这叫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会带着人进步，但是这批判性思考的根据是什么？根据什么？上帝的真理、信心。所以咱要学习用信心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上帝能力超我当所想象，这个是真的。神的能力超过我们想象。我有一次晚上在做报告的时候，一直看信息单，做报告的时候，在找网站里面的资讯的时候，跳出一个视窗，有女生没有穿衣服的，我滑鼠滑过去，好小点，好小点，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你们猜发生什么事情？电脑宕机，还没点到就看不到。感谢主，神的能力超过我想象的。其实神的能力真的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阿门吗？会抵挡我们，会帮助我们去抵挡许多的诱惑。所以咱要学习，来相信这个英语，以期盼旧的环境来生活。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是试探很多的环境，所以我长大知道一件事情，要帮孩子来塑造试探什么环境，这是一个不要让他进入到试探。为了要避免发生跟我刚刚那个滑鼠事件，所以我们家都说网络都装色情守门员，进来全都装，看不到。至少在幼小心灵不要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呢，爱常常咧接触做上帝所意爱的代志，要多结交属灵的同伴。我到今仔还有一群好朋友，是在高智慧来辅导，所以这个朋友圈是越来越大。一个基督徒伊若真准，伊若真正分辨主耶稣基督徒，其实伊的朋友是那样子，他的属灵同伴是会越来越多，不会是越来越少。那个越来越少，就是人际关系有点问题，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因为跟随神的人其实越来越多，愿意亲近跟随耶稣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生命成长是要能够抵抗诱惑，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试探少的环境上。第三个，要继续的啦，大家卖烦恼。哦，结出果子需要做行动。第一就是咱爱看基督比家己较多，我要看神为宝贵，福音是我的生活跟我的使命，服侍人就如同服侍主。伫我做兵的时阵，我同我因互我的排长，我嘛同我因互我的工课。有一天我的排长找我出公差，伊就问我一件代志，其实想要问我一件代志。伊讲志聪啊，我问你一件代志好无？伊讲好，我就讲好。伊就问我讲，要怎样交女朋友？我感觉看起来敢若做好交女朋友的人，是不是？我是唔知啦。伊就问我讲，要怎样交女朋友？我想讲我惊一条。你问我这，我就凊彩因伊讲哦，你爱去查某囡仔坐的所在去讲，伊就讲问我一件代志，安尼倒位查某囡仔去坐？我自细汉就教会过，教会超过1条拢查某囡仔，男生跟女生比大概是2比1，女生大概是男生的2倍，所以我就不加思考，就直接跟他讲教会，你还去教会？后来去英会去教会啊，聚会啊，真正的后来聚会，啊，佫拄着一个查某囡仔带伊信耶稣，后来变即事。服侍人亲像服侍主，有重要无？有重要无？哦，这是需要操练的。要怎样服侍人亲像服侍主？哦，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哦，新朋友来，我们就要知道说，他需要什么。第二，我感觉讲这个上重要的就是看见需要的行动。哦，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去给。我捌拄着一个正信会的牧师，伊甲我分享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伊做神学生的时阵，伫华联一间教会做神学生。因为伊当初应该知影正信会伊做神学生真伟大无啥物钱吼，甲伊求做钱。有一届伊就为着要去实习，伊就将伊所有的所费拢开伫迄个火车钱，伊就无钱啊，无钱。到教会，伊腹肚真枵，伊就从下晡差不多7点的时阵，伊无钱食饭，未开始聚会，暗时聚会，伊就先去避难，无钱食饭，就倒去迄个医院，足枵的啉水啊。后来一场人丢落到即事4个，我过去了4个，看到伊，哎呦，先生生囝倒伫遐，哦，我腹肚枵无钱食饭。这个丢落到即事讲好，安尼我知影，愿上帝赐福互你，就走去食火锅，是若是搁伫咧倒咧，是啊，伊讲印象最深的。所以后来伊就暗算讲后来感谢主人主来找伊啊，我就伊无食饭，请伊食罗马饭，感谢主。都是咱需要看见需要的行动，是不是？咱看到一个新学生倒伫遐，腹肚都枵，对不对？去7买一个饭团给他吃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啊。那个就是对方的需要，爱管过外想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对方真实的需要，所以这个比较重要。不是说每个人都给他钱，他就会好，其实不是。有些人的需要不只是钱，或者是外在，他可能是内心的需要。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做人不起而行，就是我们要来好好为他祷告。其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出来更前想要讲，但是时间的关系无法度安尼讲。真正是安尼啊！我来讲上尾一个见证，我一个朋友伊台中去牧会，
因教会节目分到500个人，伊当阵伊个小组，你无用迄个小组的时阵，所以拄到一个艰苦的代志。都是伊感谢上帝帮助伊哦。我这个朋友是一个查某囡仔，有一摆，伊暗时3点，向向起床，困袂去。有一个想法足奇怪，爱打电话互一个查某囡仔，一个太太，伊就想讲，半暝3点，敲互人，敢会破到？伊就用赖传简讯，你还睡了吗？你起床了吗？你醒着吗？就问他你睡了吗？就那个赖简讯居然跟马上秒回，还没，伊就敲赖了，该开到电话前久记得。伊就去困，伊就去困，伊就想讲真奇怪的代志。2礼拜后，对方打电话甲伊说大声，为虾米？因为对方半暝3点准备要自杀，伊家庭出了真大的问题，死命出了真大，本来要自杀哦，但伊向一通赖。现代人就是安尼嘛，就赖人进来安怎，爱看一个就是，就看一个，就开讲，救一个人。所以有时阵啊，上帝来看感动伫你的心内，你若有法度去行，你就去行。因为结出果子是需要付出行动，从这当中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咱来进入结论。去做信仰，咱定心爱培养好，咱的信仰爱成长，爱有法度来抵抗这引诱。结出果子，更需要来付出真实的行动，行动，咱实爱按头来去做。刚刚我记得上面佫一摆来到这个面前，就去求主，这个人民高地地，这个稳定高地地，助你的困难，黑暗地地，帮助阮去做阮的性命，是去做一个会使不断成长的性命，会使来结出信心、加持的性命。本来是祈祷感谢主耶稣的信，阿门。我们愿意来为了咱家己的苦楚，我们愿意来抵抗在世间的诱惑，咱也来付出代价。只是咱能回应上帝的话，圣经，咱来念圣经474首，年历记录信号字，咱就会记印章首。Amen.
来报告咱有一个新朋友，咱的欢迎新朋友叫林永强，林永强，好，林永强要叫他说，还是咱的朋友啊，咱的朋友的朋友，健康的朋友，哈，健康的朋友，好，咱真欢迎会当见面，每礼拜都来甲咱的大家。好，咱这是来看本地的消息。咱真感谢今仔日陈志强牧师的信息分享，咱感谢我不要最后的，真的呀。第点，咱下晡1点要调开咱的幼儿园董事会，咱请大家来有时间来参加。第3点，咱下晡2点半，咱下晡2点半是本来是一个大职业的发表会，今因为红海的方面有做延期啦，下晡暂时取消，时间下晡再讲。第4点，咱后主日是咱的宣教会的这个体灵会啦，体灵会，咱是联合礼拜，是大概10点就是咱闭了，咱在礼拜日，咱的讲完是蔡安路牧师，咱后主日刚刚有爱餐。有机会咱来比爱看，等咱主日学主日学讲课，请大家拢来参加这个会员会，好。咱看到咱的周报内面，关怀台岛的部分另外之样咱伫咧厝调用的兄弟姊妹有吴荣光。咱中文的弟兄林丽姐妹，还有咱李豪兴，还有简少叶跟陈珠丽、跟郑美霞，咱继续来带队。大年马来金弟兄甲咱弟兄的妈妈继续带队，由主来医治看顾。好，咱请大家己来看。今仔日伫咧周报内面看到咱后壁面写着咱的主日学的这个消息，咱成立主日学咱今仔日 A 班甲 B 班，咱 A 班是杜老师咧甲咱讲的主题是甲基督同死同活主要是咱要来做伙来看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来看讲咱的信仰当中安怎靠信心来献对遮的罪安怎来因信称义，要怎么样来在活出这个得胜的生活。第 B 班，B 班 A 班是一家啦，B 班伫咧咱这字帖教室今仔是语书班书法张罗要来甲咱讲，安怎伫咧咱的职场活出见证。咱若伫信仰，若伫教会，甲伫咧咱的生活当中，伫咧咱的学课当中，拢会当来活出来。请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今仔日同主日学呢是讲着以前伫咧母亲节的这个讲道内面讲着的带领咱的囡仔来明白悔改、受洗、甲圣贤。咱若是厝内有囡仔的，咱来会当甲伊讨论讲，咱希望圣贤会当帮助咱改变啥物？咱家己嘛会当甲伊囡仔讨论讲我希望圣贤会当改变我，生活拖拖刷刷是老是安尼，拢会当甲咱的囡仔来分享。这是咱
对这个来开始，咱会每个周末拢会检查咱的注意力，检查。好，咱的报告到这，咱来看奉献的部分。奉献的部分，咱家己来看吼，嘛是有伫咧咱的周报的另外一边吼。若有重大所在，再来咱战士嘛是咱的去拿会议呀，来演讲。好，这是咱来读编序，这是咱来读编序，咱的编序是咧马太福音13章第23节。咱的方言节，未来进行咱先来读编序吼。先来读编序，咱做一个来。上面了，咱请牧师为咱祝祷。阿门。